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无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咱的总统赖清德强调讲，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是无台独的问题。台北坐稳信义线上山站，沿线到公主洪天宫站入要完工哦。初坎是有4项爱改善，坐稳桥要拼6月底通车。新竹市有人驾电动厨房车骑上快速道路，轿车被护闪去弄到，加载是无性命危险。骑厨房车会受风验到讲有啉酒，会以上罚班。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无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咱总统赖清德总是强调讲，伊认为的台独是指台湾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甲中华民国佮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佮讲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无台独的问题。也毋过，国民党是批评赖总统用中华民国偷渡台独，佮讲依照宪法，两岸毋是国甲国的关系。伫个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无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了后，总统赖清德17公开说明台独两大意涵，做出明确的定调。所谓台独这2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要了解啊，台独2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这2个。内容。赖总统煞尾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无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毋过国民党指出，根据宪法，两岸毋是国甲国的关系，批评赖总统用中华民国偷渡台独，冒立委质疑民进党是安怎无要甲台独党工抬掉咧？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我们呼吁赖清德总统借这个时机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并没有赖清德主席重新定调的问题。其实这些都跟民主进步党我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是完全的相符的。民进党1991年修正的党纲是主张制宪建立台湾共和国，不过到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写讲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顶头是叫做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管辖权的，前途是2300万人来决定的，是民进党目前主流的论述。赖总统趁这样的一个时机，把他的一个相关立场再做一个更清楚的澄清。那希望说能够让台湾的整个社会能够有所团结，大家能够有共识。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有所了解。学者就认为，赖总统已经宣示足侪摆，无另外阁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选伫咧传习会了后，阁再强调台独，都是希望互国际社会清楚了解咱台湾政府的基本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个继续，国际油价嘛个继续跌起。顶礼拜5，美国的4大指数是拢落，亚洲股市嘛是大落。今仔早起，日本股市嘛个继续跌落是落超过3%，韩国嘛落超过4%。也毋过10点开始，股市是由乌转红哦。今仔台股早盘上低是落到40170点，落上1000点哦。也毋过收盘是落280点，是收跌4,891点。传习会结束，也毋过因为无释出有关科技业的重大利多消息，加上中东情势搁升悬，国际油价起，拖累顶礼拜5美国4大指数落盘，也拖累拜一亚股走势落软，日股早盘捌盘超过3%，韩股早盘捌重盘超过4%，10点过了后盘后收煞。同款开价震动的台股早盘上低捌4,770点，盘超过1000点，是收41000点。毕竟指数已经接近4万点的整数大关，这个地方除非说国际上有出现重大的利空，否则的话呢，指数要一次掼破4万点整数大关的几率并不是很高。最近的下跌，我认为呢，充其量是涨多之后的整理。拜一台股加权指数跳空急杀，也毋过落盘走势渐渐缩小。观察类股表现，科技股走势较弱势，包括台积电早盘上低捌2215块，盘50块；台达电早盘盘超过2000块，上低1985块，盘90块。也毋过在港通讯甲 PCB 等股价是弱势优惠，专家认为资金并无退出，只是为高基期股价流向低基期股。另外，劳动部18公布，国内上市企业实施无薪假状况，比顶
一摆数据，实施无成假经数减少10件，人数降313人，主要关心制造业中的金属机电工业订单回稳，也毋过中东战术看袂到好解情况，若是冲击全球经济，通膨警讯也在响。台湾的部分呢，比较是偏向所谓的输入性通膨，也就是说，台湾的外部的原料一涨呢，台湾就会被所谓强迫的被动承受。欧美市场的这个消费如果开始转弱，那当然也会对台湾的出口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学者分析，都惊未来出现停滞性的通膨，也就是油价维持高动震动。央行万一阁唔敢降息，全球需求转弱，台湾可能面临经济放慢。也毋过物价煞无明显落波，民众经济压力恐惊会直线升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进前宣布讲，9月开始公司里各中小营养午餐全面拢免费。台北市长蒋万安要选连任，今仔伊嘛带团去婚林，除了考察营养午餐的食材嘛亲像是去中南部复选的。另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辛碧阳伫早起接受访问的时，嘛讲到讲蒋万安有执政的优势，也毋过伊认为讲蒋万安市长和保护了上好咯，台北发生代志定定拢无公开接受访问。握手案兼手量，真斟酌地经土豆，体验土豆分装的流程。台北市长蒋万安18带团去婚林，除了考察台北市营养午餐的食材，并中南部复选的感觉嘛真高。过去这几年，台北市我们不管是让大巨蛋完工启用，争取到辉达的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以及捷运6线齐发正在全面的布建，也与云林的农民合作。那让孩子可以每一周兑换免费鲜奶，另外营养午餐免费，我们希望确保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今年9月开始，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校的营养午餐是全部拢免钱。蒋万安凭政治成绩牌，接续提出午餐免钱、要囡仔补助等等的政见。每一个台北市拿力的选将，拢准备好势，双方为台独党工、双城论坛到市政议题，拢在请拼，真是先拼先。他的执政的优势，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国民党在力捧的明星。那再加上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长，就是受访，所以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感觉他就是被保护得非常好。说双城论坛被渗透，又拿不出具体的证据；说里长被检调上门约谈是保护他们，却又说不出是哪位里长觉得被保护了。这些话都是他自己说的，不问他要问谁？针对一篇新闻网络投票调查，上新的结果显示，辛碧阳得到59%的支持率，也拿蒋万安是37%。蒋万安嘛回应，任何调查拢是参考，会继续伫咧市政内底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苗栗伫南某有民众指控讲，厝边虐待狗仔，甲狗仔关伫铁笼仔内底3档午，这民众去检举，也毋过狗仔主人是解释讲，因为狗仔一直咧吠，才甲伊关伫笼仔内底，是无虐待。苗栗县的动防所嘛表示讲，已经先甲狗仔带走，会来检查讲身躯敢有伤哦，若违反动保法，就会来处罚。一个查甫野棍仔一直对铁笼仔讲。甚至阁举扫帚对内面卡棍下，内面的狗仔无法度反抗，敢若会当一直改。民众阁翕到迄只狗仔，互人用铁链仔连累，根本无法度震动。苗栗的南有民众指控，厝边对2023年开始就一直有疑似虐待狗仔的状况，已经坐届去甲苦劝。对方虽然表面答应要改善，不过也是继续有状况。嘛，指出迄只狗仔大不是一直改，伊嘛捌向动保所检举几哪改，说拢无效无实。那个影片是他已经虐待了将近快1年多了，我才检举的。其实他们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虐待那一只狗了，一直挨，一直挨，一直挨。晚上的时候也一直挨，一直挨，半夜3点多。实际来到这名饲主的徛家，饲主表示，狗仔是3、4天前领养来的，目的是因为想要吓惊贼仔，不过因为狗仔个性较敏感，烦恼会影响厝边，才会凊彩摕物件要阻止狗仔叫，无承认伊有咧虐待狗仔。那个动作就是我们在喝止它一直叫。因为这个叫其实确实已经去影响到街坊邻居，我们也被邻居做了检举，那所以他现在叫，我们会很担心去吵到
邻居。裁罚最高虐待动物的部分啊，就是违反那个动保法的部分，最高可以裁处7万5，然后动物可以做没入。那我们一定要事证明确，相关的资料齐全，我们一定会做那个后续的裁处作业。苗栗县动防所初步并无发现有虐待狗仔的行为，而且投诉的民众提供更较侪具体事证。动防所表示，今年3月，这名饲主有黑白偷放狗仔的行为，已经甲开罚3000块，目前已经甲这只狗仔扣留，后续会确认饲主是毋是有违反动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各看高雄的真定区，昨有一间公庙落成廖景庆祝，庙附近是有2台拖帮车，甲车挡掉的来放烟火。警方表示讲，这间庙有申请路权，也毋过是放真侪炮仔甲烟火，嘛有交通的违规，互检举20个件，会以控污法来处罚，上济先罚3万外块。工作人员沿路点烟火放炮仔，规条路拢封起来，现场是烟蓬蓬。这一整条路全部都是烟火。民众投讲烟火炮仔放超过1点钟，放烟火地点伫高雄前镇区兴旺路甲兴平路交界。17暗头仔，当地有新宫庙做庆城举行绕境活动，用2台大车环停封路，放真侪烟火，为暗头仔放到半暝。10月下早去现场看，放烟火了后的粪扫堆干那细粒山，有个是讲会有清洁队员来清运，附近厝边嘛无用咧摒扫。规个拢烟蓬蓬啊，放甲像烧整。里面窗户都关着，还是会有闻到。还好昨天晚上风向是吹那边，不然我们这边更糟。警方回应，这场活动有申请路权，不过嘛有出现几6项违规，会开出26张罚单。环保局会针对放炮的烟火产生明显空气污染，佮有炮沙无摒扫等情形，涉嫌违反空污法、废清法，裁罚计共3万块。燃放烟火过量、交通违规及超时活动情形，警方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共计举发26件。因为其实人有叫咱斗相共，咱嘛真正做热情啊，可是咱造成我一大困扰。庙方回应，为着恢复市容，公庙志工为活动结束摒扫到半暝4点，嘛伫摒扫的时甲厝边头尾会失礼。大量的烟火是来祝贺的友公所放的，事情伊毋知，造成证据嘛好好面对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第6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昨伫透早4点外，有一个34岁姓詹的查甫人，伫快速道路骑电动厨房车，有一台轿车袂负险去撞到，加载是无性命危险。也毋过，这个骑电动厨房车的查甫人抽获酒精的浓度有超标，警方嘛以公共危险罪甲伊上班。赛车驶到一半，头前雄雄出现一个人伫路中央，轿车未负险，直接撞落去。详细看，互人撞到的人是骑电动厨房车伫快速道路顶悬。代志发生伫礼拜早起4点，第6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来到现场，会当看到姓詹的查甫人，伊的鞋仔搁留伫现场，伊人互人送病院，好佳在无性命危险，但经过抽血，发现酒精浓度0.9，警方依法上班。真男酒精浓度达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就违规骑乘电动滑板车进入快速道路部分，依道交条例举发外，酒驾部分将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方初步判断，伊可能是酒醉，才会甲电动厨房车骑去快速道路。警方也提醒民众，无论是动力机械，也是个人行动器具，包括动力运动休闲器材等等，也若是啉酒了后使用，同款会罚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因为无挂牌就未罚。警方呼吁。电动滑板车不得行驶于快速道路等进行路段，亦切勿酒后驾车，以为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也若互人弄到的查甫人是安怎会骑电动厨房车上快速道路？详细原因，警方讲都要等伊清楚了，才有法度讯问去厘清原因。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民众顶礼拜啦，伫台南的一间旅馆住暝。半暝的时候，身躯洗到一半，所有人开门业者是讲，这网络系统向小度，共一个房间分配给2个人客，嘛已经向人客来回息的，买来补偿。
市邦经必买欢喜来住旅馆，想讲会当享受来府城好好度假，没想到煞互旅客真惊吓。有民众伫社群媒体反映，指控伊和因某昨日住咧台南某一间旅馆，暗时11点，因某洗身躯到一半，向大声喊外面哪像有人饲密码爬入来，落尾对门口鸟眼看出去，确实有一个查甫咧饲。后一秒，这个门竟然升空拍开，门外一对爱人仔嘛讲起，吓死！我以为是歹徒要闯进来，但是我觉得饭店也蛮扯的，居然会重复给密码。我本身也有相关的经验，后来我才知道说是饭店的服务人员不知道我已经入住这个房间了，所以他给临时要来住宿的旅客来住我这栋的房间。针对这站密码中覆喊过的代志，业者心里确实有疏忽。业者解说，迄是因为网络系统向速度，才造成订单和房间系统无在调水连线，产生定时错误。后台则无正确显示505房间已经有人住，所互房间中覆排入新的订单。业者表示，第一时间有甲当事人回信内，嘛甲帮会拍7折做补偿。我们第一时间有跟客人致歉，然后也答应客人说会退7折的房费给他们，然后事后还有写一封道歉信啊，还有送我们饭店精致小礼物给客人。对，那后续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人员训练，立即要求业者针对门锁权限管理、入住系统检查及紧急应变流程加以改善，并将加强稽查该业者，并追踪改善情形。业者强调，过去毋捌发生安尼，因已经联络厂商排除系统的问题。即阵因讲已经全面检查当天所有发送密码记录，后续会建立2家的确认机制。业者答应未来会进一步确认网络设备的稳定性，全面加强内部员工的教育训练，调整营运流程，绝对袂让这款代志佮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花莲的鲤鱼潭泥车，因为冰船造成一个查甫囡仔渡水死亡，各路船就停止营运。花莲县政府甲航港局已经提出解决的办法，要来要求船只的机构爱通过检验才会当过来开放，上紧6月就当来恢复营业。鲤鱼潭的水域佚佗活动停业已经进入3个月，船只无法度出租，店家嘛受到影响。即马特别热热，是耍水活动上介侪人的时阵，在地店家甲观光客拢希望赶紧恢复。业者到现在都没有生意可以做，当然日子非常不好过。也是要开放，要不然这些业者怎么办？怎么生存？观光客来这边也没什么的。鲤鱼潭伫咧过年时阵，因为发生一件天高船冰船，造成一个9岁查甫囡仔渡水往生。煞尾，即马所有船只停业到单，伫咧地方还有中央管理单位厘清权责了后，规范业者必须爱完成所有船只结构安全的鉴定。目前我们总共预计会在6月10号会把所有的检查船只完成，总共132艘船。完成完之后，我们会将相关的检查资料函转给纵管处去做下一步的申请水域活动的开放。除了船只结构鉴定以外，鲤鱼潭目前伫咧使用的救生衣，嘛互外界质疑讲，冰船了后因为浮力伤大，渡水的人若是缀伫咧船骹，就足歹化救人。专业的师傅是建议，会使考虑用官方的个人漂浮装置。个人漂浮装置叫 Personal Floating Device， 它简称 PFD。那这种 PFD 就跟我们每次搭飞机，空中小姐在示范的那个，当我们要离开飞机之后才充这个气。真正你紧急需要这个浮力，而且是逃出一个密闭舱间的时候，你再启动这个浮力装置。也那鲤鱼潭目前有250只动力甲非动力的船只，要检验的拢总有132只。21开始分2批来检验，预计伫咧6月初10进前会完成。也那水域当时会开放，也阁要等掌管处审批了后才阁宣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信义线上山站延伸到港厝洪天宫站特别完工了，目前完成初勘了，结果是有4项要爱改善。捷运局嘛表示讲会赶紧来做改善，要拼6月底能顺利通车。台北捷运信义线东沿段工程经过我8年，这条路线虽然全长只有短1.4公里，装设一站港厝洪天宫站，也毋过因为地质条件复杂，开挖深度挖地下10站楼，会当讲是北捷史上上有挑战的工程之一。即马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特别通车前的初勘，面对刷落来的欠点改善时程，工程单位讲时间真迫。一般依照以往的案例，我们初勘完的这个相关的缺失改善，还要报布，它一般会需要花到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会尽量来赶，希望能够还是以朝向6月底通车为目标。通车目标定伫6月底，代表改善作业要甲时间走小日。初勘结果有4项需要愈勘进前改善，包括车站甲饭坑的设施设备、标示标志、站外广场甲转乘设施、消防检查，也有查证甲确认报告应该改善事项。另外，还有3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会当伫离勘了后陆续补强。履勘的程序会跟我们初勘的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它是交通部聘请的委员。这4项是履勘前应该改善完成的。那刚刚媒体也有问，一般注意改善事项3项，那这个是履勘之后可以陆续改善。公主红田宫暂时考位的人口密集，那有公主社体、信义区行政中心，也有新宫中心红田宫。几乎有高通车了后，每日将会当带来2万人次的运量，未来也会当进一步透过东环段串联信义、南港甲内湖3大交通段，缩短通勤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儿童托育服务法总统的公告实施托育机构必须爱装录影的设备，就爱传到主管机关的云端系统，至少爱保存30天。也毋过今仔早起有幼托团体开记者会，伊呼吁政府停止推动监管云的制度，因认为治安的相关配套拢还未完善，安尼会伤害到囡仔的运输。停止强制上传影像。来自全台幼托团体代表10日早起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重视儿童运输权甲资讯安全，因为儿童托育服务法顶日由总统公告实施了后，强制规范托育机构爱装录影设备，各项传到主管机关建立的云端系统，至少保存30日，也毋过目前监管云制度欠治安配套，烦恼因幼儿换衫换尿布等输备影像，恐惊互海口1000外流。什么所谓的什么私房菜，所谓的南韩一些录制一些儿童一些不当的影片这些之下，难道我们不会担心？我们每天在托婴中心都是在更换尿布，然后都是在裸露身体的这些画面，到底流露到哪里去？他只是把我们的小孩放到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云端去，然后我会觉得家长应该要有选择权。幼托团体集齐，目前监管云制度对影像保存期限、调阅权限、海客风险甲监管机制等问题，较大有外欠处罚明确规定。佮强调无反对保护囡仔，而是反对伫欠完善配套甲人权保障之下，将囡仔影像全面推向高风险的云端环境。这些团体的诉求，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那我未来在法规的订定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充分的听取跟业者来做深入的讨论之后，来做完整的规定。幼托团体呼吁政府停止香港推动监管云制度，佮尽速订定相关规范。若无歹度，号召全台幼托机构发动罢工，佮甲家长同齐行上街路抗议，共同守护囡仔的运输权甲人格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落俄战争。伫当地时间16到17，罗西亚使用无人机飞弹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甲东南部的大城第聂伯罗，有几10人死伤哦。另外，乌克兰伫17嘛出动几100台无人机空袭罗西亚的莫斯科州，嘛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这是附近民众所翕的乌克兰无人机拍到公寓大楼向时的画面，地点是莫斯科州的希莫基，伫莫斯科市中心西北边大约18公里的所在。另外，其他城市嘛传出人家厝甲石油设施拄到空袭的状况。莫斯科州政府甲印度大使馆的消息指出，至少有4人死亡，包括1个印度人，另外还有10多人受伤。罗西亚官方宣称，100多只乌克兰无人机互防空部队拦截，不过接落来无人机犹原造成损害甲伤亡。乌克兰方面是强调，长距离无人机侵入罗西亚境内，显示战局已经解决。Наша далекобійність – це те, що значно змінює ситуацію і загалом сприйняття російської війни в світі. Багато партнерів зараз дають сигнали, що бачать,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і як все змінилося і в настрої щодо цієї війни, і в досяжності російських цілей на російській території. 不過，就伫倫書記發表錄影演說進前無偌久，當地時間16、17連續2天，羅西亞用數百粒飛彈甲無人機鎖定首都基輔甲東南部大城第納伯羅等地進行大規模空襲，造成數十人傷亡。根據俄烏兩國，閣有歐洲媒體報道，羅西亞5月初，也就是聖誕日，進前無偌久，替換空軍總司令等作戰人士，隨後大幅改變無人機甲飛彈的飛行路線，閣有升級飛彈的軟硬體，致使烏克蘭防空系統軟實力降低。另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待了美國總統川普了後，隨要在19、22天在北京會見羅西亞總統普丁，強化兩國的戰略友伴關係。普丁後屆訪問中國的時間點，預計是11月在深圳舉行亞太經合會領袖峰會。公司新聞持家人編譯。中東的局勢閣繼續在清關，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則核電廠17號無人機攻擊導火，雖然是無輻射的外漏，也毋過嘛引起國際社會重視哦。另外，沙特阿拉伯同一天嘛通報講拍落來真濟台的無人機哦。另外，伊朗的國家電視台是出現主持人提請的畫面，佮嗆聲講哦，要來針對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商船來收保費。美國總統川普是擱再警告伊朗，講因的時間已經無濟咯。阿布達比西部的巴拉卡核電廠外圍一隻發電機17號無人機拍到起火的，無人員傷亡。輻射監測站嘛無各樣，這是美國甲伊朗2月開始戰爭以來頭一擺有核能設施拄着攻擊，引起國際關注。市場煩惱中東局勢會擱再升溫，國際油價對得起超過1%，是這2禮拜來的觀點。This is a major issue for the UAE as the Baraka plant and its 4 reactors provide about a quarter of all electricity for this country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联官员表示，因正咧调查这件攻击的来源，佮强调阿联完全有权对这种恐怖攻击做出回应。国际能源总署 IAEA 表示，根据柴油发电机目前当咧供电予核电厂的3号机组，呼吁各方伫任何核电厂4个位拢应该存在军事行动到上低的程度。沙烏地阿拉伯是表示，因攔查3台為伊拉克領空進入的無人機，佮警告會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措施，以回應任何侵犯主權佮安全的企圖。伫這之前，伊朗國營電視台15日的直播節目出現主持人佇攝影棚內底向阿聯國旗開槍的政治畫面。根據伊朗媒體的講法，這個單元是配合近期推動的全國志願動員行動。官方宣稱，目前已經有超過3100萬人報名，準備投入對抗美國佮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另外一方面，伊朗官媒法斯新聞社報道，伊朗要啟動荷姆茲保險計劃，要甲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商船收保費，保單的費用以加密幣計算，預計通為伊朗國庫帶來100億美金以上，超過新台幣3160億的收入。美國總統川普17日自家社群媒體鋪文，警告伊朗時間長咧到達，呼籲伊朗領導人上好趕緊行動，若無可能會全部輸了。美國媒體報道，川普預計拜二甲各界國安顧問會面，討論針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選項。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是要伫18甲川普通話，雙方可能會針對伊朗情勢交換意見。公司新聞陳秋梅編譯。過來消息來看，桃園這幾檔哦增加不少U-Bike的站，去年哦騎U-Bike的人次嘛都破1億。也毋過有議員指出講，桃園的U-Bike站哦嘛是力度上少的，一檔哦就算增加100個站，嘛至少愛10檔哦，才有法度甲台北個台中並濟。市政府是表示講，因會繼續來評估新站。轎車、海車、桃園市去年騎鐵馬的人突破1億。不過有議員指出，桃園市 U-Bike 站是力度上尾一名，即馬逐檔增加100站，恐驚至少10年才有法度約到台北、台中即馬足濟站的規模。你會常常覺得借不到車嗎？有時候早上上學時間，下課回來反而會找不到位置停。是有時候很多人來，然後就馬上就沒了，尤其是上下課時間，還有上班下班時間。然後我覺得電動的也比較少。那你會有什麼建議嗎？就是可以新增多一點電動的。
针对民众反映，伫咧人口密集区、学校4科位啊，还有接通勤的所在，常常出现想要借所借无 U-Bike 的状况。机关就认为，目前设站的评估条件是伤过硬斗，所以有真侪实际需求的区域，一直拢无法度增加 U-Bike 站。呼吁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订定新的这个 U-Bike 的设置标准，比照这个新北市的部分。 在部分的路侧呢开放，我们可以增设这个 U-Bike 的站点。在整体发展方面，桃园市的站点在去年成长了21.1%，为六都第一。车辆的部分也成长了13.5%，为六都第二。场站的密度增加，会带动整体造纸量。去年造纸量就有1470万人，平113年成长9.8%。尤其3月造纸量149万人，是达到一个月上济。 人的，除了增加尖峰期车辆的调度，嘛会针对需求较悬的所在，评估讲是毋是要增加轿车停车的条啊，嘛伫咧附近的场域，搁再增加 U-Bike 站，提升供应的量。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的前镇瓦港口，阁有加工区，所以真侪大型车出入率，交通的事故是袂少。当地分局最近就驶一台蓝马孔去社区来宣导，要互民众实际来体验，嘛来了解讲，什么叫做大车的驾驶看袂到的角度，爱民众骑多摆，还是讲行路，离大车是愈远愈安全。 一来，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没有？明明车卡拢是人，不过坐伫咧蓝马空车驾驶座顶悬的囡仔兄都是无看到。高雄前镇分局统计，去年因为大型车事故受伤的40岁以上的有24个人，其中55岁以上的就占17个。为着要让民众知影大型车辆有倒几大视线死角，最近因实际甲蓝马空车驶来到社区，和大人囡仔一个一个去伫试坐体验，未少民众体验了后才知影。 其平常时骑奥多拜甲大车对调调有偌危险。里面一个爬去哩参悟，他们因会感觉讲头前有诶视线拢看无，边仔拢看无，所以咱尽量袂使踮大车诶边仔甲头前视线10公尺以外才可较会驶进。少年较冲动，拢会骑足紧诶。因妈妈特别互伊去看，看落来了，阮问遐个小朋友讲。 你有啥物感觉？伊讲真正拢看无呢。分局表示，前镇遮瓦港口阁有加工区，大车出入的数量真侪，只要发生事故，人甲车拢真上重。因除了办这个全国头一场的蓝马空车试坐体验以外，对1月起也来办理大型车辆的处理专案。到4月底，拢总处理2216件违规，比去年同期加600多件，也互事故率降低7成。临时有事故，也是有啥物原因停车虽然是3分钟、5分钟。 但是对其他的用路人影响真大，目睭看会到的部分有去改掉，所以针对大型车的临时违停，阮绝对会加强处理，避免事故。前镇分局表示，交通安全袂使干那画口号，透过实际体验，互民众知影危险藏伫咧倒位，也可因真正理解为虾米爱甲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 因为天然气公司要向宜兰县政府申请伫宜兰市劳动来设公用天然气的事业，自然驾驶也正是规划讲，杜气泽按算要设伫宜兰市甲五吉乡6月初3号要来办说明会，也毋过有五吉的民意代表是认为讲，也正好要甲杜气泽设伫五吉，也毋过哦，五吉乡民却无法度来接天然驾驶的广线，这实在是无啥道理。 厝林拍开驾驶路，就路会通用。毋过宜兰到今也是只有通仔装的驾驶，因为天然气公司甲宜兰县政府申请伫宜兰市劳动镇设立公用天然气事业，也就是咱讲的自来驾驶。这是宜兰头一件申请案。宜兰县政府预定在6月3号邀请大家一起。 来进行相关的了解。业者初步规划天然气事业的驾驶座预计设置伫宜兰市甲五吉乡，毋过有五吉的民代认为，业者甲驾驶座这款互人气险的危险设施设伫五吉，所无要提供乡民接供，实在是无天理。如果储气站用在5节，它的管线呢要经过5节的时候，必须考虑来也覆盖率要把5节乡5节地区纳入考虑。 民代除了希望业者把驾驶座的安全问题顾好，嘛爱扩大天然气接供的范围，互五吉的乡民同款会当使用天然驾驶。民众嘛希望天然气会当赶紧接供，互生活会当较利便。你会觉得有天然气会不会比较方便？
当然啦。怎么说？我现在在等那个瓦斯桶啊。如果有天然气的话，如果有天然气，应该比较方便啊。不用没有瓦斯的时候还要叫瓦斯啊。针对这个案嘛，互部分汤增加数的业者反对，认为生理会受到影响，争议是未少。业者预计伫6月初3，伫宜兰县政府召开说明会沟通。县政府表示，已经通知相关的民代甲工协会，到时希望业者甲地方会当好好参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6当前屏东的德天乡发生一件土地纠纷，有一个姓肖的查甫人甲警察发生冲突结果这个姓肖的查甫人去跋倒弄到头，变做植物人。家属是告警察，嘛要求滨公县的警察局得爱赔偿，也毋过一2审家属是同输，即马家属是表示讲，因会阁继续上诉。然后被发现以后，你又改变另外一种说法，然后呢，你又拿了伪造的医院的急诊病历。无奈表达法律无公平，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当事人兄哥认为警方前后提出的资料和影像拢有出入，嘛质疑警察压制时，地主小弟弄到头变植物人，终身半岁未讲话。家属向姓王的警察和滨东县警察局提出告诉，要求赔偿1700多万。经过6年，顶个月高雄分院判决出来，1、2审家属拢告输。这一边是我们的，那边是他们的，有分管。我弟弟说这是我的土地，我为什么要离开？那警察就一直骂你凭什么在这里？你还说这个土地是你的耶？就不相信我弟弟的话，就一直推。拿刀子要攻击我老婆啊！他要叫我叔叔他就不听，一拳就打警察。会发生这件冲突，主要是姓肖的查甫人和阿姐有土地纠纷，两户住小隔壁。2020年10月，姓肖的查甫人伫门埕大细声，阿姐通报警察到场，结果佮和姓王的警察发生身体冲突。警察这边表示，姓肖的查甫人有攻击警察的头和颔棍，过程中肖先生去跋倒弄到头。家属讲，警方第一时间无甲人送病院，害伊昏迷开脑，最后变做植物人，家属完全无法度接受。案经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决上诉驳回。警方强调，当时是细小的查甫人情绪失控，烧气的过程才做伙跋倒，有通报救护车。不过当时病院讲是轻微头壳外伤，当事人嘛拒绝去观察就转去啊。法院勘验监视器甲闭路器会面了，认为警方执法过程拢有符合规定，判家属警察伤害甲国家赔偿拢过输。不过案件阁会当上诉。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嘉义县布袋新闻嘉义庙前几天闹热冲水路赢客王，庙方是公告讲证明有查某人冲入去水道，犯着禁忌。也毋过是有信众认为即马已经是男女平等的时代应该当好好来讨论。嘉义县布袋新闻嘉义庙前几天冲水路赢客王的宗教活动，去互人发现讲光桥的桥板内底有女性坠落去。拍破变200吨女性袂当落水的传统，地方民众拢感觉无法度接受。我过来这已经40几年了，自阮公公的口中就说过了，客王是足神圣的阮这女性袂当去就是袂当去，如果会当去，阮光桥板早就会当落啊。因为王爷公受气，阮这庙的技术人员认为讲，阮应该原来做一个动作出来。第二，阮嘛是要强调，互阮庄的乡亲，大家搁再提醒一下，讲这个传统、这个禁忌，大家爱遵守。阮嘛无注意呢，阮嘛唔知影呢。伊风啊呢，阮嘛唔知呢。伫庙内打广告甲伫网络发文，庙方除了真重视以外，嘛希望犯着禁忌的人会当家己出面来解说。不过伫网络顶面嘛出现男女平权的声音，认为应该爱用多元的角度甲看法。虽然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不过我嘛希望咱台湾社会其他的所在的咱的同胞会使尊重阮身份证、阮的传统，希望讲莫用这恁的角度来看阮。因为男女平等是即马才有安尼，办事别个代志你会当男女平等，这种王爷的事袂使哩。庙方即阵若是外地人落去水道，是庙方无宣导，爱家己来负责任。但是即个落去的人，若是在庄的人，佮把是庙内的主委，这嘛是在地信众无法度接受的原因。庙方就表示，信仰的传统可能甲现代观念较无共，希望社会会当来尊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前科技部长陈良基昨伫面册发文讲，伊前一站伫家护病房待10天哦，本地只是无爽快去急诊，落尾煞险啊，因为器官衰竭走去。加在是经过急救已经出院了，因为部长平常时拢有运动的关系，有医师嘛讲哦，有得运动、食好、困了好的人，若破病还有机会会当恢复健康。并且肯拄啊出院的时，可自行去福建的会面。前科技部长陈良基表示，家己即马已经会当伫社区山边的小路行行，毋捌想过。前一阵仔原本认为毋是真严重的症状，到病院急诊，竟然演变做生死一线之间。若神经系统防攻击引起严重样形，造成防白质病床。迄当时佫加处置多重器官严重衰竭，除了药克母之外，各种急救方法都用着。醒过来时，全身躯拢是各种感染，家庭烦恼可能无法度救。心里已经开始在流血，那加上晚上有那一场的晚宴，那我觉得说，好吧，如果要离开科技部，至少我要在惠尔看我的工作。2019年，迄当时确定留任科技部，陈良基激动后天，即马生死关头行一摆，表示有两件代志，互伊真惊吓。第一是太太要安怎，第二是身体一直拖拖刷刷，心里真后悔。也毋过也表示，除了插管的脑后伤害爱时间来复原，其他器官看起来拢会当恢复，应该家己维持一定的体力有关系。主要其实平常有在运动的人，先天他的身体的状况比较好，他面临这种身体大的风暴来说，他的调整也比较有机会在医疗的帮助之下赶快回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能够运动，能够维持好的生活，能够吃得好、穿得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帮身体打底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即便是真的不幸面临到需要加护病房这些重症的照护之下，身体的本钱也都比较够，恢复的机会才大。神经外科医师周俊良表示，造成样形的原因真侪，为了保护病人甲医疗人员，通常会将病人约束，也避免身上的光线脱去也提醒。脑部受到攻击了后，会当恢复偌济。出国伫进前身体状况是安怎？好好的替身体拍底，就是增加家己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两公约的国际审查，今年委员是有针对人权、司法改革和劳动的保障来提出意见。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国际委员是无注意到华语的霸权，甲社会对原住民语、有客语、甲台语的侵害，所以今仔出面来表达因的诉求。两公约第4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第10个结束，国际审查委员会就台湾政府对人权、司法、劳动保障等等的落实状况提出意见，做咱未来改革法制甲政策的根据。但是有民间团体指出，台湾为权时期以来，战后国语政策的文化清晰遗留落来语言歧视等等，国际委员多数无注意到独尊华语的霸权对原住民语、客语甲台语的侵害，这毋若违反嘛是违背两公约的。就希望就是讲，除了原住民语地以外，咱希望台湾其他本土语，尤其是台语，咱这个以早的台湾社会的通用语，希望这个过去受华语独尊维权的这个违法政策，会当足侪层面拢来改革。咱希望会当佮补充，互专家了解。民间团体指出，维权时期的国语推行办法和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拢已经正式废止，保证立法、教育、国家考试等等各领域，煞把华语看作唯一的标准。因认为应当互其他国家语言有平等的机会。2019年，咱也开始实行国家语言发展法，要保障语言平权。民间团体诉求，在义务教育甲华语改做选修，保障人民通以华语以外国家语言接受教育。看待这个语言复振的这个代志吼，这若是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是共款，吼！你甲想看嘛？咱就为学校来讲，吼！咱自细汉伫咧学校，逐句拢是爱讲中语。这个可能搁20年后，吼，咱的这个所谓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可能就会拢消失，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兵团指出，多数人纳税金互政府，所在成长的过程，在制度内底一步一步渗入台湾人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因呼吁政府应当积极修复维权遗留的下世代人权侵害。针对国际审查，法务部表示，会请各主管机关甲具体的改进对策列入追踪，互两公约的保障精神通落实在各层面。记者卢尚如、王志刚台北报道。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促进计划，伫宜兰一间长照中心设太阳能的系统，来正做是一个示范点。环境部嘛正积极要来培养女性学员，互因加入绿能的产业。
全球拢咧提倡减碳保护环境，环境部拜一公布社区绿能促进计划，毋但要发展绿能，嘛要培养减碳绿能人才。即摆结合企业资源，伫宜兰一间长照中心合作做公益示范点，互社区有机会家己规划用电。有一天晚上停电了，然后我们的发电机又没办法发电的时候，那怎么办？太阳能又有一个储能，因为在我们长照机构最重要的就是24小时的维生器材，尤其在抽痰这一块。环境部讲，这回选择甲长照中心合作，是因为这款场所对电力的稳定要求较悬。譬如讲，抽痰的设备若拄着失电，对时代影响是真大。这个计划嘛，强调透过下站到顶站的方式，毋是像过去为顶站撒落来，反倒是透过社区的示范，互居民看得到、用得到，进一步提高民众参与绿能、落实正能的意愿。能减碳的部分啊，那以往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是由上而下。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而且由企业这边来投入。太阳能触电计划甲建地做这道的过去，拢是男性占多数。环境部即摆社区绿能触电计划，透过提供土用的服务，支持女性，佮有照顾家庭需求的人，有机会加入这道。而且为去年9月开始，计划已经培训64个学员，女性占62.5%，弱势背景的学员嘛有34%。毋望绿能产业没有任何的族群，互人闹交气。记者吴正阳、谢桂玲台北报道。台东县政府甲台东大学合作野外调查，佮甲16个原住民部落、上百个部落的长老来访谈哦，记录50种传统的食物甲应用。最近嘛出版这册，要来提供民众参考。原住民传统的食用食物，这几年来透过推测，已经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而且这些食物亲像山东蚵、山苦瓜、鸡酸肠等等。早期拢种伫部落的4khu位啊，提供族人做保健的食材。今嘛佮透过原住民耆老的口传记录，县府今年甲整理出版者原来你伊是道地的一册，来传承原住民采集食用食物的智慧。我们这次杜兰文健站的长者所介绍的那个土拔辣，那是因为腹泻、肚子痛的时候，他们就是小时候有妈妈跟他讲说。你要吃这个。这本册7年前，甲台东大学合作，陆续收集台东县16个部落文化健康站100位耆老口传记录部落的族人使用50种保健食物的基地。县府表示，这几冬常常有民众无小心沾到类似的食物，所来发生中毒的事件。而且这本册内面的图片，甲族人使用经验，嘛会当提供一般民众伫野外采食的时，会当正确认别甲使用。其实我们最近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民众误食的一个情形发生哦。那事实上，我们也透过这本书，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县府表示，原来你意识到的这本册是一本真实用的册，会赠送给全国各大图书馆甲原住民机构，提供所有的民众阅读。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坎城影展有22出电影要来拼上大奖。统计嘛指出讲，今年入围的查某导演的作品是比去年较少。目前详细得奖的名单5月23会公布。受到好莱坞商业大片甲美国导演缺席的影响，今年坎城影展的名声光彩无过去遐啥人。不过，也阁是有精彩点。魔界导演彼得·杰克森得到上登终身成就奖的荣誉金章。红地毯顶悬，阁有以镜生上流摕到2019年金章奖的韩国导演洪俊昊。2018以《查拉家族》摕到金章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伊的新作品《乡仔内的羊》一部竞赛片，会甲另外2个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甲深田丰司竞争金章奖。今年入围竞赛片的韩国电影，简单有罗风进入道的希望。电影专家分析，入围名单收集亚欧地区出色的导演作品，到底谁会得奖是真扼要。There's not really any strong through line, and there's no 1 or 2 films that everybody has been waiting for, that everybody's excited to see, which in some ways makes it more interesting. 这届坎城影展以瑞丽苏格德这道的女性电影《末路光辉》做官方海报，向女性平权第一。不过真可惜，今年入围竞赛片的电影内底，简单5出女导演的电影，比顶一届佫较少。影展主席傅羡慕强调，电影评选上要义的是多样性。C'est que ça nous arrive très très souvent, et que l'hésitation se fait entre
le film d'un réalisateur, le film de réalisatrice. On prendra le film de la réalisatrice. Comme si nous hésitons entre un film issu d'un pays très fréquent, à Cannes, ou un film issu d'un pays rare, on prendra le film issu d'un pays rare. 德国导演文文德斯2月伫柏林影展表示，电影人应该避免政治的言论来引起争议。博赞旭对这有无同的看法，认为有带政治元素的电影嘛是艺术的一部分。 그래서 결국 제가 드리고 싶은 말씀은 예술과 정치는 대립하는 개념이 아니고 그것이 예술적으로 잘 주장된다면 그것은 경청할 만한 가치가 있다라는 것입니다. 坎城影展为5月12至23举行，红底戏的颁奖典礼会公布各大奖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英国的滚石乐团创立64档了，宣布讲7月要出新唱片了。另外，今年已经76回《美丽史翠普》最近演出《穿 Prada 恶魔》第2集，冇正好的票房。 成立64年的英国滚石乐团，用1甲子的时间证明 rock 并不是青春的专利。滚石宣布7月要发行新专辑，是生涯当中第25支录音室专辑。佮找 Beatles 83岁大贝斯的保罗·麦卡尼参与演出。滚石村的3位成员，平均的年岁有80岁。主唱米克结局，佮有2位弹吉他的基苏里查祖，甲罗尼伍德，有缘伫舞台顶现活着。因食老的底下简单又佮单纯。That's just being fit, you know, and you have to work at that, whatever age you are, and if you're my age, you have to really work at it. 愈老愈有班的艺人，佮有梅丽史翠普，伊主演的《穿 Prada 的恶魔》，让20年推出第2集，上映迄礼拜就开红盘，全球的票房超过1.5亿的美金。梅丽史翠普演的角色原型来自某个前总编辑安娜温朵。最近梅丽史翠普甲安娜温朵做伙翕流行杂志的封面，真拄好的是，连翕相的女摄影师安妮来表遗嘱，拄好拢是76岁。You don't see many 70, almost 7-year-old women playing parts like this in any movie or under any circumstance. So I'm happy to represent, you know. Getting older for a woman was just to be annihilated in public view, which means to be totally invisible and cast off as like useless. And so, yeah, you see Martha Stewart on the cover of like, of all things, Swimsuit Illustrated. You see older people on the catwalk.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is like a progressive and notable shift of inclusion and celebration of older people, particularly older women. 专家指出，政府要建立好的社会福利，佮立法的保障，支持民众度过食老的生活。智慧人也需要改变观念，除了照顾家己的身体健康，也要积极甲社会互动，才袂孤单。无论是重新转去工课场，还是去做公益，会当伫有限的岁月当中，有精彩的食老生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